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福芳莹。我在科切拉佛教团体担任翻译和编辑已有4年的时间，也是赞杜古仁波切的弟子。非常感谢仁波切多年的教诲，我才能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多杰雄登的修持和历史。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谁是多杰雄登？他是如何化现成为一位护法神，以及化现为护法神的原因。在开始的部分，我将先来讲解多杰雄登在化现为护法神前的转世身份。他的各个转世身份显赫且备受敬重，因为他在每个转世中都为佛法的弘扬做出莫大的贡献。多杰雄登护法的第一个转世身份就是文殊菩萨。众所周知，多杰雄登护法就是文殊菩萨的愤怒化身之一。接着就是具有神通力的毗瓦巴，藏文创造者的吞弥桑布扎，对佛法在西藏的建立和兴盛有着卓越不朽的贡献的赤松德赞国王，著名以及尊贵的印度大成就者那洛巴，伟大的翻译大师罗丁舍拉尊者，西藏佛教史中特别著名的成就者热罗易师，萨迦派的佛教大师萨迦班智达。接下来的转世身份还有，在孩童时期就已经能够与文殊菩萨对话的布顿仁钦珠，宗喀巴大师8大弟子之一的持力主扎巴坚赞，非凡佛教大使的班禅索南扎巴。最后就是关键的转世身份杜固扎巴坚赞。若要谈多杰雄登是怎么化现成为一位护法神及其中的缘由，我们就必须看多杰雄登多个转世身份中的其中2个，他们分别是持律主扎巴坚赞及杜固扎巴坚赞。这2位佛教大师是多杰雄登护法示现的关键人物。在持律主扎巴坚赞那时代的某一天，捏种护法化身为一只白鸽，在宗喀巴大师给予开示的大殿中盘旋。当时在场的持律主扎巴坚赞留意到了这只白鸽。开示结束之后，持律主问白鸽因何故出现在自己上师的开示上。突然间，这只白鸽化身成为一位小男孩。小男孩请求一个人成为守护宗喀巴大师所传授的龙树菩萨中观教诲的护法神，因为这些教诲非常殊胜，未来或许会没落，因此需要特别的守护。由于持律主扎巴坚赞对他的上师，也就是宗喀巴大师，有着无比的依止心与敬爱，他理所当然地答应了捏种护法的要求，自己将成为护卫宗喀巴大师所传授下来的龙树菩萨之中观教诲的不共护法神。后来到了杜固扎巴坚赞的时代的某一天，杜固扎巴坚赞透过神谕，在降神仪式上与捏种护法谈话。捏种护法提醒杜固扎巴坚赞他前世所许下的承诺，那就是成为护卫宗喀巴大师所传授下来的龙树菩萨之中观教诲的护法神。但是像是杜固扎巴坚赞这样已经证得修行大成就的佛教大师，心中就只有慈悲，根本没有丝毫的愤怒。于是他向捏种护法询问如何成为一位愤怒护法。捏种护法答应杜固扎巴坚赞将帮助他成为一位愤怒护法。那么后来杜固扎巴坚赞又是如何化身为护法神，我们就必须了解杜固扎巴坚赞之死是怎么一回事，而他的死又是为了什么。当时的杜固扎巴坚赞与五世加瓦仁波切雅旺罗桑嘉措享有相等的名气，年纪也是相近的，因此他们一同跟4世班禅喇嘛洛桑却吉坚赞学习佛法。他们一起学习，一起辩经，大多的时间都在一起。他们都居住在哲蚌寺，杜固扎巴坚赞居住在上院，五世加瓦仁波切则住在下院。他们住所的名称是依当地地理位置而取的。虽然他一样跟五世加瓦仁波切一同跟4世班禅喇嘛修法，但他也向五世加瓦仁波切求法。很多时候，杜固扎巴坚赞也会向加瓦仁波切做供养或侍候他，也伴随加瓦仁波切到处弘法。他甚至邀请加瓦仁波切到他的住所，请求加瓦仁波切赐予多个长寿灌顶。这就表示杜固扎巴坚赞为人十分谦虚。尽管杜固扎巴坚赞为人谦虚低调，
但由于他的修行成就极高，名气自然远播，更因此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信众远从中原及蒙古跋山涉水到西藏，只为见度古扎巴坚赞一面。这些信众当中，有的还是皇室或贵族，也因为这样，度古扎巴坚赞的弟子的人数、所得的供养，就包括名气，都比五世加瓦仁波切来得多。当时人们都觉得度古扎巴坚赞比五世加瓦仁波切来得出名。跟五世加瓦仁波切同居在哲蚌寺的度古扎巴坚赞，引起了加瓦仁波切侍从的妒忌及紧张。他们认为度古扎巴坚赞的存在将威胁五世加瓦仁波切的地位，于是他们开始计划铲除度古扎巴坚赞，并策划杀害他。加瓦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侍从是索南却贝，由于他对五世加瓦仁波切十分忠诚，于是他也就非常担忧五世加瓦仁波切在藏地的地位不保。他认为此事不能不做些什么，因此而起了秘密杀害度古扎巴坚赞的念头。后来，索南却贝和另外一名叫做诺布的侍从三番四次尝试杀害度古扎巴坚赞，但是没有一次能成功。他们尝试用刀子捅死度古扎巴坚赞，但度古扎巴坚赞可说是刀枪不入。每个索南却贝和诺布捅向度古扎巴坚赞身上的部位，那个部位就会长出眼睛，把他们给吓跑了。这是因为度古扎巴坚赞根本没有被杀害的业力。随后，他们也尝试毒害度古扎巴坚赞，将毒性非常强烈的毒药放入度古扎巴坚赞的食物中。这种毒只要有1滴的分量，就足以杀死一头牦牛。但是度古扎巴坚赞竟然不受影响，因为度古扎巴坚赞是一名修行非常高的修行者，进入他体内的毒完全伤害不了他的身体，因为他能够全然控制体内的气脉。这让索南却贝和诺布惊呆了。最后，为了完成持律主扎巴坚赞过去对捏种护法的承诺，也为了能够化现成为一名愤怒护法，度古扎巴坚赞告诉五世加瓦仁波切的2位侍从，如何才能真正的把他杀死，那就是用一条哈达噎死自己。于是他们就照着度古扎巴坚赞的话，把他给杀死了。这样的情况导致度古扎巴坚赞开始自息时，心中升起了少许的怒气。但也因为这股少许的怒气，使得原本在心中只有慈悲的度古扎巴坚赞化现为一名愤怒护法，多劫雄登。度古扎巴坚赞的死存在暴力的因素，那是因为他必须化现为一名愤怒护法。度古扎巴坚赞圆寂之后，有的人说他成了厉鬼，但是像是度古扎巴坚赞这种修行有成，且是拥有多个高成就者转世身份的高僧，已经不再受因果及业力的牵连。即便他的死存在暴力的因素，但他已经正悟的心识，只让他化现成为一名愤怒的护法神，而非厉鬼。接下来我将跟大家分享的事迹，将向全世界证明，度古扎巴坚赞的死完全是为了成为一名愤怒护法，以及他是一位修行成就极高的喇嘛。在度古扎巴坚赞圆寂之后，许多来自远近各地的信众前来参与他的涂皮仪式，向他致上最后的敬意。当人们尝试点燃木材燃烧度古扎巴坚赞的圣体时，任他们怎么点，火就是烧不起来。这时，五世加瓦仁波切的弟子看到了这一幕，他们连忙回去禀报五世加瓦仁波切，并且告诉加瓦仁波切是他们自己的人将度古扎巴坚赞给杀害了。接着，五世加瓦仁波切即刻撰写一篇祈愿文，以表达内心的歉意，并在祈愿文中赞颂度古扎巴坚赞的高尚德行，表达他对弟子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五世加瓦仁波切的弟子随即将此祈愿文送到涂皮仪式的现场，并大声朗读之后，柴堆便自然地烧了起来。突然间，火堆中冒起了一团黑色的浓烟，浓烟形成了一只巨手，笼罩着拉萨的上空。加瓦仁波切看到这种情况，有感那不是一个好的征兆。自此，拉萨就失去了原有的平静，到处都是地震和骚乱、干旱和饥荒，
种种的情况都显示了，这是那些杀害杜古扎巴坚赞的人累积的共业所引发的后果，因为他们杀死的是一位圣贤。情况后来发展到加瓦仁波切想安静地喝杯茶都不可能，因此他只好向一位法力高强的法师求助。武士加瓦仁波切找来了敏珠林拉玛，这位拉玛的火攻仪式具有非常大的威力，据说他进行的火攻仪式能超度最凶恶的邪灵。在火攻仪式中，敏珠林拉玛运用观想，将当时人们误认的邪灵，也就是杜古扎巴坚赞放在勺子上，再倒入火堆中燃烧并超度这个邪灵。但是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每次当敏珠林拉玛将这个邪灵倒入火堆里的时候，文殊菩萨的愤怒化身大威德金刚就会从火焰中升起，然后安坐在勺子上。又一次，当敏珠林拉玛再度专注地对勺子施法的时候，金甲翼护法化身成为一个美丽妖艳的女子，在敏珠林拉玛面前起舞，扰乱她的注意力。这时，多杰雄灯护法与金甲翼护法双双从火堆中消失。在这一次的火攻仪式后，陆续还有拉玛进行无数次的仪式，却依然没能将这个邪灵消灭。最后，武士加瓦仁波切开始意识到，他并非是邪灵，而是一位已经证悟的护法神。于是，武士加瓦仁波切写了一封正式的公告及祈愿文，认证多杰雄灯为杜古扎巴坚赞直接化身的护法，同时也承认多杰雄灯护法是这个时代不容争议的护法。从那时起，笼罩着拉萨上空的黑影消散，家畜死亡、冰雹下降、地震等乱象逐渐停止，拉萨重现欣欣向荣之象。这一切发生之后，多杰雄灯因自己的前世曾是萨迦派的大师萨迦班智达，他与萨迦派有着非常久远的联系，因此当时的萨迦崔金达千金刚持所难忍心，认证多杰雄灯为已证悟的佛教护法。萨迦派的众大师也预言，从今以后，多杰雄灯会成为世上至尊的护法神，他的法力也将与日俱增。因此，在萨迦派中，多杰雄灯护法的修持受到相当的重视，很多萨迦派的大师都为多杰雄灯撰写祈愿文。莫钦贡嘎伦珠给多杰雄灯护法撰写了第一篇的酬供文。第30任萨迦崔金所难忍清将多杰雄灯护法、金甲衣护法及紫马护法奉为萨迦派的3大护法。第31任萨迦崔金贡嘎罗座为多杰雄灯撰写夺马供养文。第37任萨迦崔金贡嘎宁波也被人认作是多杰雄灯护法的化身。第39任萨迦崔金扎秀天烈仁亲认多杰雄灯为跟大悲观世音菩萨拥有相同心性的护法神。而在格鲁派中，自武士加瓦仁波切起，多杰雄灯的法门便已开始扎根。当武士加瓦仁波切意识到自己误会杜古扎巴坚赞为邪灵后，他已经立刻撰写祈愿文给他，并且承认多杰雄灯为一名佛教护法。武士加瓦仁波切也亲手造了一尊多杰雄灯护法像，这尊像至今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尼泊尔的佩杰林寺。除此之外，武士加瓦仁波切更为多杰雄灯建造一座护法殿，那就是位于西藏拉萨的乍爹康萨。现今格鲁传承的多杰雄灯护法祈愿文的撰写，都是基于帕奔卡仁波切的《战胜诸方之古音》。这部经典是依据塔普莲花金刚以神通力到斗率天，向多杰雄灯所求得的法门。战胜诸方之古音也包含了萨迦崔金贡嘎罗卓撰写的夺马供养文。格鲁传承中还有很多伟大的上师也为多杰雄灯撰写祈愿文及礼赞文，其中就包括至尊林仁波切撰写的多杰雄灯护法事业劝请文，武士加瓦仁波切撰写的喀切马波礼赞文，至尊第14世加瓦仁波切所撰写的无碍金刚音，甘丹色贡金刚持所撰写的熏烟供，
以及尊贵的泽美仁波切所撰写的多杰雄登增益化身宝胜雄登的祈愿文。在汉语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那就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杜古扎巴坚赞的死是全然为了实现他前几世所许下的承诺，那就是成为护卫宗喀巴大师对龙树菩萨中观教诲的不共护法神。这也直接地告诉世人，多杰雄登的存在，他的发心都是慈悲无私的。发生在杜古扎巴坚赞身上的事，是有菩萨心肠的人才能承受得起的。祈愿每个众生都能获得多杰雄登慈悲的加持，好让我们可以安心地走在这条修行的道路，一直到我们修得菩提心为止。谢谢。